台南市政府除了注重学生的教育以外，对伫咧第一线面对学生的老师嘛相当的重视。目前甲民间心理治疗所合作，提供专业的心理健康咨询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互老师需要透过线顶来甲学生沟通，相对较困难。透过咨询来协助老师提高甲学生之间的沟通效率。我们台南市对于教师的諮商輔導工作是全国的腳步最快的。那以往我们对于老師的工作心理上的壓力都很了解，必須要有一些比較好的疏解。那我們是第一個把這個教師諮商輔導的法令把它建構起來的縣市。那在去年我們完成之後，就很高興有跟我們外面的一個我們心理諮商診所來合作。今年的部分我們繼續做，而且我們加碼。我們一共120萬元在市長的支持之下，有50萬元是教育部補助，有70萬元是我們台南市政府教育局的教育的發展基金的經費來做支應。那其實在上半年就有80人次的部分來服務了。那我們都知道，有老師比較好的心理的健康，才會有我們好的教學的互動的品質。那我們希望說，我們台南市首先把這樣子的模式建立起來。一擺10年度教育部補助50萬的經費，台南市教育局特別設立2個行政專員協助處理行政業務，還有個案的管理。該年度攏總有77位老師來接受服務，總時數達到276小時，整體服務滿意度達到97%。在防疫期間，老師的線上教學確實有增加不少。然後因為這也是第一次遇到這種狀況，然後老師在教學過程當中，很多一些教學技巧可能都還不足，所以也是透過我們這邊來協助他們去釋放他們的一些心靈壓力，讓他們知道說在教學過程其實還有一些資源可以來協助他們的教學，還有協助學生的教學這樣。教育局為了要提升服務的量能，111年度佮增加經費到120萬，希望會當協助老師有經濟心理支持，讓老師會當佇工課上佮有家庭的之間得到平衡，繼續提升台南市的教育品質。台南新聞劉品言採訪報道。